台上，咱年纪对啊，共的同的吼。我请教你，早期囡仔时阵，你切尻川用啥？切尻川用纸啊。哎呦，安尼恁兜袂歹过哦。OK 啦。OK。但是迄纸是较黄，嘿，对。操作。敢讲恁兜是新闻看了？哦，我新闻报纸看了才来。唔对，阮兜嘛无迄新闻哪做，阮拢就地取材。用这切？对。这叫朴阿叶，国语叫黄锦树。黄锦。啊，阮以前无像台上那样，因兜遐好过。做堂是阮这用这。以前咱渔村建筑啊，大部分拢是厝的无便所，拢就地取材，就是野战厕所。啊，这是属于海边的植物对吧？啊，就是拢会出这棒棒的捡来切。就是用这，这种会使做粿，咱的草仔粿，早期草仔粿。不是你怎啊？讲的，你甲我讲你这，老师，这切尻川切了过来做草仔粿啦。我本来是变安想，可是我想了，唔对，味嘛唔对，所以我单掉，你慢心的转来用。你无就先做草仔粿，再来切尻川。无啦，你切了过来做草仔粿。无，我无讲切了过来做草仔粿哦。有，这就是做草仔粿的物件。哦，这是做，真正是做草仔粿的啊。对啦，你若讲真正咱买迄个青色的，咱头前个青珠嘛，做啥？希望迄青珠嘛，迄个叶啊，就是染剂。哦，咱的青色对来。叫青珠嘛。系青珠嘛，吼，青珠嘛。啊，阮遮的人叫做茶叶叶啦。茶叶。